快骑马，快追上他！快去，快去，杀死他！马去！啊！驾！就在前面，快追！驾！快点儿！他就在那儿，快追他！快驾！快射死他！拿弓箭射死他！快！如果不放骤吓唬他们一下，他们定会来射箭伤害我，一定很危险。历代隔绝祖师饮血护法海众，我行者修道遇到了怨敌，请快来救护！我虽死，但是护法神是不会死的！杀！打！跑！不好了！坏人们又施咒了，多吉吓昏了，我们快回去！回去！快走，我们快走吧！快抬上他，我们快走！快一点儿！现在看能不能把文喜的土地弄到手，用什么法子管用？哼，有办法了。哎呦，真够累的，怎么住这么个地方啊？哎呀，可快到了。侄儿啊，一天我真是老糊涂，你竟成了一个好佛教徒了，请原谅我吧。姑妈替你种地，送给你粮食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姑母。那么你每月送我1包青稞磨成的糌粑，其余的收入归你所有。好的，那就照那样办吧。哎，侄儿真的是个好信徒啊，嘿嘿嘿。不行，我要是种了他的地，不给他粮食，他用护法神来咒我怎么办？我得回去问问去。文喜啊，人们都说种了你的地，你的护法神要放咒来害人。如果要真的那样，侄儿，你可千万不要做那样的事儿啊！姑母，现在我是修正法的人，
我不会随便放咒害别人的，在这方面你放心吧。这儿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要发个誓啊，姑母就放心了啊。走，我们去那边。我们去这边看看。我们还是去那边看看吧。行吗？那你们说去哪儿？那就去那边吧。好的，走吧。好吧，那我也去。这有个老妇人，我们看看她都带了什么东西。打开看看。哎，打开看看都是什么东西。别动我的东西。哎，嘿，走，我们还是打猎去。